咱要一段做识的经文是伫《路加福音》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吼，讲到一个抽象的头人吼，撒该的故事吼。其实撒该敢若路加福音有写着尔吼，路加福音有写着尔。啊，毋过吼，等者咱会去提到一件代志，就是撒该。这个故事进前吼，咱来看路加福音，撒该这个故事进前迄个故事吼，就是一个耶利哥城一个市面的乞食。吼，路加福音无写伊的名，马可福音有写伊名，叫做巴底买，巴底买吼，就是路加、马可、马太拢有写着这个故事，吼，就是一个市面的乞食，啊，耶稣甲医治。啊了，这个市面去遮刷落，敢若路加福音有记载另外一件代志，就是抽象的头人吼，撒该。好，咱们来看今日的经文吼。讲这个人是抽象的头人吼，咱和本直接翻成税吏长吼。伫迄个时代吼，抽象的。有3个阶层吼，三个层级啦吼。那个第一个层级叫做大包吼，包工程咧，包工程的吼，啊，工程吼，包吼啊对吼是包吼，毋是包吼，包，就是因吼用钱去买即个官位啦吼，甲罗马帝国买即个官位吼。啊，我会当，比如讲。犹大地区这个所在，我规个包起来，吼。啊，即马我做大包，我会当开始搁分细包，啊，小包哦，毋是细包哦，哦，中包对。其实今日这个阶层吼，这个抽象的头人，这是第2个，吼。啊，第3个就是真正在走的。咱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啥？嘛是抽象的12个使徒内面，谁？12个使徒啊？对啊，马太，马太、利未哈，他就是属于第3个的，坐伫迄个城门口税关哈，底下咧抽的哈，直接抽税的哈。啊，其实。上会当谋取暴利的，就是这第2个阶段，吼，就是这个抽象的头人，吼，最有暴利可能性的啦，吼。好，啊，迄个时阵吼，巴勒斯坦有偌济会当抽偌济的税，知无？哦，他们也是万税哦，吼，啊。他们有过路税、货物税、人头税、土地税、所得税啊。你如果很不幸，你是犹太人，那还要多2个税，哦，一个是圣殿税啊，还要自己11奉献不算税啦，哈。啊，毋过就是犹太人还要负担这些啦，哈。所以伫迄个时代哈，收入的1半差不多，就是讲抽了差不多你1年收入的1半哈，就全部飞了，安尼有管无？好，大概跟瑞典差不多对不？所以他们社会福利应该不错哦，才不是嘞！一半去用抽去，拢走去上的手，还不是罗马帝国哦，是遮的抽象的人的手哦。就是讲哦，他们只要缴一定的额度，给罗马帝国的好啊，因要抽偌济啊那就是他的权利了哦。而且罗马帝国厉害的所在就是讲，会当来做。遮抽象的人是不是一定爱罗马公民？他才不用这一招嘞，吼，他以犹治犹，吼，就是讲伊这位是互犹太人去做的，就是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在欺负谁？好，在欺负自己人，所以这个抽象的人吼，伫迄个时代是看袂起的，吼，是非常可恶的人，吼。所以，伫罗马跟希腊文学迄个时代，伊是甲抽象的人甲乞食、小偷、强盗并列。
甚至于到主后第3世纪，犹太拉比文学仍然把他们跟强盗、杀人犯并列。哎，有派不？安尼有派不？抽象的有派不？吼，啊，那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福音书把它跟什么妓女、罪犯并列，吼，是拢无好代志就是啦。所以吼，你若是一个，吼，你若是一个正常的犹太人，是袂去做这种犯规啦，吼。所以，贵兄姐，啊，你正常基督徒，你即马袂做啥物犯规？我下次跳出来问一下啦，啊，伫迄个时代正常的一个好的犹太人袂去做抽象的这个工课，咱即马这个时代正常的基督徒袂做啥物工课？卖国贼，你在讲谁？无啦，我是讲啥物工课啦，什么职位啦？嘿，还是只想到卖国贼？我伫美国时阵去应征吼，迄阵拢不管3721嘛，你若 resume 弹出去，你若给我回应，我就去应征嘛。结果有一家他是制造飞弹的，去应征完才觉得，现在就发了是。可是制造飞弹是干什么用的？啊，飞弹也会打飞弹吼，打共匪是不是？好啦，大家想一下，我若是基督徒，咱敢有什么工课袂使做？我们有没有什么职业不可以做？没有人杀人当职哦，你是说呢职业啦？你们怎么一下子跳去杀手啦？我是讲一般咱的工课，咱的职业啦。奇怪呢，你们是小说看太多还是电影看多？怎么会有一下想到职业杀手啦？哦，贩毒吼，打工，哦，那你要看什么党啊？好了，不能再讲下去了，有这个话题有点危险。大概伊是耶利哥城的税吏长吼，抽象的头人吼，啊，他是头号卖国贼吼，因为这是犹大地区吼，这是首善之区哈，巴勒斯坦首善之区哈，他是甲级流氓哈，地头蛇，还真正叫伊要去啊，伊今日要收偌济就收偌济啊，哈，他要收哦，一年收2个罗马硬币给罗马帝国人头税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他可以跟你收多少？对啊，4个哦，你怎么那么有良心，对不对？2块给罗马帝国，20块对不对？自己留着嘛，对吧？这样会太过分？不会嘛，还好啦哈。所以就是甲级流氓啊，哈，他是地头蛇，角头哈。好，这就是沙该。各位这我们要有这个概念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开始让进入这类构书嘛，对吧？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看到他会怎么样？打哦，有一种人看到他会打，也是耶稣的门徒的一种人。奋锐党对吧？奋锐党的西门，耶稣这奇怪，伊拢跟一寡阿里不达的这些学生哦，12个使徒哦，有税吏，也有要打税吏的，前面要开会，对吧？好，来撒该，这里就描述他的身材了哈，这里没有贬义的意思了哈，只是说他矮而已。好，人在迄刚人这济，伊想要看耶稣，想要亲近耶稣啊，这个是这个叙事的情境。伊要看耶稣是什么款的人？伊只好爬上一棵桑树哈，你不要想它真的是桑树，它不是桑树，它是一棵很像桑树的树啊呢。这是我们不熟悉的啦，哈。好，阿姨从背起对吧？好，咱知影吼，这款遵守犹太律法的犹太人是袂去做这个抽象的人诶，这款的行业吼。伫利未记跟民数记有规定，你若是交易有讹诈，骗人，
被你骗人家钱财哈，啊去用掠掉，你要如数归还之外，你要赔多少1/5哈。咱今日经文来，下到咱的长老念经文，撒该伊讲的安那？我拿啦，我拿。什么？我拿后哦，歪啦，凹 O R E， 无啦，因为照它的拼音是歪啦，是不是？苏长老，苏长老救命啊！快点，那是歪吗？哦，歪哈，歪哈，歪的是。不是凹啦，歪啦，它是 O A I， 然后有个在上面哈，歪音哈，歪音，好歪，反正就是好啦，就是我不公义对待谁哈，我就怎么样，4倍，照律法的规定是偌济？1/5而已，他为什么讲到4倍？所以可能不是这个经文哈。来看另外一段经文，出埃及记22章第1节哈，伊讲人若偷牛甲羊，啊你那个抬，甲卖掉啊，就是找无啊啦。好，我叫人掠着，毋过你即摆无伫我身边啊，我就借去啊嘛，也是卖掉啊。你等下骗偌济？5倍也是4倍哦，牛爱赔5倍，羊爱赔4倍，这个就比较像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个是在告诉你什么？头前是讲我在做生意不诚实、欺骗，是赔1/5，这个不是哦，这不是做生意哦。这种物件吼，这种代志若是做明的，是强盗嘛；啊，若是做暗的咧，饕餮嘛，跟刚刚那种情况不一样哦。所以你也当知影。撒该伊认为伊家己啥？就是强盗啦。你听懂意思吗？啊，这个细节很重要。哦，伊讲要赔4倍，表示他承认他是什么？强盗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。呵，他认定自己是偷窃，偷窃是暗的啦。呵，等我接回去原本的经文哈。耶稣看到伊伫树啊顶面，伊就讲：撒该你下来吼，我今日要踮伫你的厝吼，要踮伫你的厝。就马上他就下来啊，欢喜来接待耶稣。又多了一个细节，边个人看到讲啦？边个人看到讲？这人看见喵喵讲。鸟讲，念讲，伊入去晓伫歹人的厝吼，他去坏人的家，讲这个耶稣竟然去晓伫歹人的厝吼。看下这一段叙事吼，我把它围出来哈。这一段叙事，如果你照我以前介绍的希伯来文学喜欢用的前后对称。你就会发现，就是讲这个故事，把它故事的前后对称一直排列下去，最中间会是哪一句？对，会最重要的那一句啊，会是这个故事的哪一句？啊，这样也太明显了，会是哪一句？就是这一句哦，就是讲这句话是这个故事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呢。不是在撒该的悔改。也不是在耶稣的接纳哦，是等的是这条哦，最重要核心，所以要写互上看，这个故事要写互上看。各位兄弟，恁今日知是啊是安那？这个故事是要写互上看的，什么歹人？这会讲这句话的人是好人啊，歹人？好人啊，一定是金光强强棍迄种好人啊，白泡泡又咪咪，拢袂去做歹代志，白白胖胖，是不是吼？但是这款的好人，伊唔才会去讲什么话？你这个
拉比，苏涵，你笑那么高兴干什么？你说你这个拉比，竟然安那去派人的处理刀，各位同学，这个是重点。好，这个是整个叙事，它放在最中间哦，用前后对称去看的话，这个叙事是肯定上中一个重点。好，啊，这款人就是咱嘛，对不？对嘛，我们是这种好人，对不？是不是啦？好，好，咱来看嘞哈，就接下去看。这个故事其实哈，我们太熟，我不要再讲细节。其实我刚刚已经讲太多细节了哈。这些故事要叫大家看一个所在哈。就是当伊去了记载到撒该耶稣去撒该的厝，边的人这样鸟鸟讲了，经文直接说他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撒该的安那起来对主讲主啊，下到遐，我要将所有的一半互送向人，若是捌换什么人，要将4倍赔伊。看这个宣告哈，意思就是破产，有没有可能？伊所有物件拢歪来的嘛，对不？啊，你伊个歪来一半啦，分互送向人啊，啊伊个歪什么人？啊伊个还4倍，安尼不是破产？是不是？这个宣告等于破产呢，好，可是你要看哦。伊是欢喜安尼讲的哦，是不是？好，伊讲了，耶稣讲啥？耶稣有一个宣告，伊讲啥物话？今仔日拯救到底这个厝，这个家，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什么叫做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各位听者，就是这个人是伫亚伯拉罕甲上帝的约内面的人。好，这个是亚伯拉罕跟上帝的约里面的人。好，这个人，好，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灵主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要你看顺序，什么意思？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则，一般的法则，如果你要原谅一个人，你要下面一个人，要不要有前提？你这样欺负我，好，这样看我无。好，会使，你要我原谅你，你要怎么办？登报道歉，对不对？哈，你要认罪悔改，而且最好要有什么赔偿？呵，你这样做了以后，我才要干嘛？哦，考虑哦，哦，那安尼做了哦，我们才好考虑原谅，对不？是不是啦？是不是？其实有接纳吗？你想一下，我们一般想象的原谅是不是接纳？好像没有到那里去呢。原谅跟接纳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呢。就是你得罪我，我原谅你的意思就是我不报复了，是不是？好像我们现在咱的经验就是安尼嘛。咱原谅一个人的意思就是讲好，安尼安尼到遮啦，为止井水不犯。你小号卖出现伫我面头前，对不？好，我保证，我现在承诺，我不怎么样，我不会反击你，我不会报复你。不过我们的关系也就怎么样，到安内的好啊。这是我们一般想的原谅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啦？刚好各位兄弟，伫咱信用，基督教信用咧讲的原谅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基督教咧讲的迄个原谅，其实是准备好要干嘛？要甲伊和好啦，准备好要和好，才是真的原谅。所以各位兄弟，原谅有容易不？有没有容易啦？难怪很多人都不原谅我。原谅无容易啦，伊不只是讲这个代志到这为止，我无要报复，不是这样子而已。那是一个和好的概念，就是好多上尾要讲的，这是一个接纳。你跟我的关系可以重新连结和好。你看上帝对人的作为，你就知。好，上帝原谅所有人的罪，
敢有表示所有人甲咱拢甲上帝和好？还没有哦，还没有。啊，毋过上帝有要甲人和好无？有。所以他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所有的人的罪。当这件代志做了，就表示上帝是要愿意甲每一个人和好啊。啊，毋过，敢若什么款的人有甲上帝和好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这个是神学的讲法。哈，啊，那用刚刚的我们这个逻辑来讲，愿意悔改的人，就是伊无去做伤害上帝的代志的人，悔改就不再做了嘛。这款的人是甲上帝安那和好的。你若看耶稣的作为，你就吓到了。这个是我们的顺序，你得罪我，所以你要怎么样？认罪、悔改、赔偿、了，我卡要安那原谅，而且接纳了没有不一定，这是世界的法则。各位看这，如果世界做到这里，已经算很和平了，信不信？已经很好了哦，对吧？哈，你看耶稣的顺序，谁主动？耶稣他就先接纳呢，因为一个撒该讲啥？下来，我安那，给你边啦，去你家住，是不是？这个剧情有没有先写说耶稣就偷偷到树下跟撒该说：“你悔改了没？你要不要继续当税吏？你要不要一点赔偿？”然后撒该说：“好好好。”然后耶稣再跑出来说：“好，撒该你下来，我今天怎么样？闭住你家。”干不是这样的？不是所以耶稣知不知道撒该会讲那些话？你现在不要说耶稣是神，他当然知道，不是啦。我是说耶稣是人，用人来看耶稣，耶稣伊知影撒该会悔改呗？还不知道哦，还不知道哦。好，耶稣就已经先怎么样接纳了。各位看这，耶稣伫迄个人认罪悔改进前，伊就先 forgive， 伊就先原谅啊啦。这个顺序很重要。当然要看撒该的故事，这个顺序不可以忽略掉。就是耶稣伫撒该做任何代志之前，可能有做一件他爬树啦吼。这做任何代志之前，耶稣就已经安那接纳他了。各位看这，不是我们那种不报复的原谅。耶稣是讲接纳他了。在耶稣的接纳的情况下，撒该说什么？我要把我一半安那，互送向人，啊那换伊什么人，献伊4杯。这个概念就是认罪悔改的概念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，耶稣是先接纳哇，然后变成接下来的叙事是撒该的什么悔改。所以这个就造成什么和好？就是这个人跟上帝和好啊，所以他才会讲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，就是和好了。好，各位看这个故事继续发展，有没有可能撒该就没有悔改？有哈，所以耶稣怎么办？下一次撒该要爬到树上要看耶稣，然后耶稣看一下，给你一次机会了，换一个。我们不晓得哦，可是我在问你，各位看我在问你的耶稣基督，你所相信的那位耶稣基督会怎么样？撒该没悔改啊，我已经跟你吃过饭了呢，我已经很丢脸的跟你吃饭了呢，全部的人在讲什么？迄个人啊啦，迄个人开去罪人的厝，我已经丢脸跟你吃饭了。结果撒该没有悔改，还有没有下一次？你信了耶稣会不会有下一次啦？真的还假的？有没有那个你的耶稣没有下一次的？举手没关系啦，我看一下，都不敢举手。
以后不能这么问。有没有可能，你认为你信的耶稣，这个撒该，伊安尼互耶稣这款的接纳的宽待来对待，伊无悔改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呢。今天是这个税吏撒该的故事被写下来，你以为耶稣只去过一个人家吃饭哦？耶稣有没有可能已经去过了99个税吏家吃饭，然后吃完都跟耶稣讲什么？好，你好，好，谢谢啊，就走了，有没有可能？所以耶稣会不会因为吃太多这种税吏的饭，以后就看到税吏就怎么样？没给你讲，会不会啦？我不晓得，各位兄弟，我唔知你所信的耶稣都几款，不过我信的耶稣基督，伫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，各位兄弟，我要讲绝对会食下一餐饭，即便有99个撒该都怎么样，都不悔改，他还是会继续接纳下一个他遇见的税吏。这是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。是安怎要强调安尼？各位兄弟，因为咱若看教会做法，就拄拄好甲耶稣相反。教会接不接纳罪人？要讲清楚，教会接不接纳不认罪悔改的罪人？我们当然是罪人的群体呀，是不是？各位兄弟姐妹，好，你们听我的道也听8年半了。教会是不是罪人的群体？是嘛？哈，我们都是不是罪人？可是咱是无同款的罪人，对不？我们是会认罪悔改的罪人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一种罪人，他们怎么样？死不认罪，死不悔改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接纳他，对不？信不信啦？是哦。我们教会会不会这个样子？各位兄弟，我基本上说，我们教会不在讲古灵教会，让古灵教会比较不一样啦。好，我是说，我们一般来讲，教会会不会这样子？我们看这些人是罪人，然后他还没有悔改，你最好不要进来。你如果要跟我们一起做礼拜，你要怎么样？认罪、悔改，而且要奉献，是不是啦？各位兄弟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咱这个世代的教会是走这个方向，我们不太接纳那个你觉得他还没悔改的人，是不是？哪那些说我悔改的都可以进来，对不？是不是啦？耶稣基督跟咱的做法无同款，耶稣基督是伫人认罪悔改进前，伊就先安那接纳吧。而且各位这是安怎好多要讲，伫这个3本福音书内面，敢若路加福音有写到这个撒该。3本福音书在写撒该的故事，进前拢讲到什么人？迄个痴迷的乞食，是不是？看下这痴迷的乞食，咱来看是不是社会的边缘人？是不是弱势？是不是啊？这款人，基督徒看起来，基督徒看到这款人，就会有那种，对，我们很自然的会有那个怜悯的心，对应较好宽待，对不？你不要说没有呢，会不会啦？好，可是撒该算不算社会边缘人？不算哦。你去想大家怎么对他嘛？耶稣要去引导其他人讲啥？啥？伊竟然啊啦，去迄个罪人歹人的厝，看下这撒该是另一种社会边缘人。虽然伊有钱，虽然伊有伊的交际，虽然他有他的资源，可是他是另一种社会边缘人。伊为着要看耶稣，就安那被囚啊呢？他是一个很孤单不对，他是一个很寂寞，一个很不被
社会伊的同胞接纳的人，伊嘛是连贯器官另类的社会边缘人。啊，毋过各位兄弟，这个就挑战了。当你的兄弟姊妹去甲接纳的时，你会安怎对付迄个兄弟姊妹？我刚刚讲的哦，一样是社会边缘人，一样需要上帝的接纳。那赶快需要上帝的百姓的家里去甲接纳。啊，那有咱的兄弟姊妹竟然去接纳一个那种边缘人，我们都会同意，我们都会比较好接受去接纳奇迷的去嫁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也不会接纳啦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比较接受咱的兄弟姊妹去接纳迄个奇迷的去嫁，因为这款是社会边缘人，是弱势，对不？是不是啦？结果现在如果有咱的兄弟姊妹去接纳去款的另类的社会边缘人，你心里怎么讲？跟有钱人在一起，你根本只是想干嘛？